连登前日國內無新增加確診病例，現時國內本限係470例。指揮中心副指揮官陳宗彥講，於禮拜五起時，總之為平壤入場人數最多有2300人落去。也就集團球迷總唔得自家準備人搭落去時，愛是球團準備嘅撮合，因為呢度有酒精棉片做得清潔。另外有人會同親戚朋友共下去看比賽，面試有開放親自入場，每一項會安排連續嘅位置。交通部長林佳龍講，既然規劃嘅高鐵同台鐵防疫規範平壤嘅機場，愛配合指揮中心決定，將會開始實施。一下限係愛確實做到量體溫全面有熱現象年，韓國大眾嘅也到。美國聯邦調查局同國土安全部13正式發聲明警告，中國可能當地嘅發土面部開核攻擊。愛睇美國喺新型冠狀病毒方面，包含疫苗研究同治療方法也都充太自信，建議相關單位愛提升面部治安防護。就算美國疫情限係當厲害，唔過全部政府想愛重新啟動經濟發展。美國防疫專家福奇聲言，喺國會談政府當中，警告呢個各組地方政府按條件就重新啟動經濟，可能結果會當慘。全部回應對福奇嘅講法冇辦法接受。